的才人带孤寡老人去拉萨。都充满了爱与慈悲，像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一样，用最虔诚的方式传递积极的能量。也许他们义务拉萨对吧？刚下啊，他们的2年等于多少？现在1000多，人嘞，1000多有，1000多有，东多有钱。感谢你呢，人多钱，land多钱，身边我们找不到人呢，人嘞。今天去给人呢，新路路记住呢，我不见人中都3人的记住呢，他们教呢，那赶紧结果呢，我确定呢，昨天给太爱了，要不谁过得了？帕马罗罗，我们中满这当做么嘛节。今晚的爷爷奶奶们享受到了久违的快乐，每个人都是双手合十，还有一位爷爷念叨着这种待遇比他们自己的儿女还要好。那这些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种陪伴，也是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坐下来心与心的对话，这次也非常感谢我的好兄弟这次的安排。你们弄的给评论家都给他们赶紧去菜场老家，明天的行程我们再见，菜场老家。对的，那把跟的我做了家长那给个不得不拿那把他们更看不上。当我做而东大的从啥的按照个签证，我做个签证，怕嘛他们了漏追，怕些错些，大家嘛按照你个他就给认的呢，别人得说就你个同呢，讲那程度呢，有时候有时候呢跟过他们参嘛给高度提啊，等你我做个兰考那了跟过他们参嘛等程度呢，拉萨人这个有。当然我在兰考的东街上在的，俺人那个公家3年在的，没人那了俺人去了人大3里，但是没人跟家了，我羡慕的是，他俺其中什么了哈了，可能没送的真了。对面呢，那跟就送个家的，那过的是什么东的？俺那个今天给新的 drop， 给完些 drop 给的，这个钱的俺什么的嘞？这他那么嘛真了，这真这个钱，俺不没些人呢，来今天的老去了，这话什么了也去了，但那个没些人，这个钱的上路嘛没些当了人，但是我在呢，俺那个拍给嘛给他们这个打满着打赌，打穷着这么大，打就东西去哪里送有啥东西，你马里做来。没做这当都千万没打把种强动动的呢，想着这些，那边前面7年没做了的，千万没打把住的那太用心嘛的，才说着就得做起来的，你能占那个起来的。我那个来个钢筋嘛着，没趁到了给新客人嘛着嘛头，怕嘛了这里客人嘛说，来个要来客人嘛通呢，我没趁到了对的那干嘛干的没。我让学生呢，对嘛个来的，对嘛个这个 drop 的，对嘛这个强的也不是来的，但是我这的学生呢，俺就把看没，我穷干，我那个2万年，我怕给嘛给吃着了的，没趁到个哪里，我拉萨老在通上呢，我学那就把没事，他跟过他们了心态的要了的，他这个现呢，我让给怕给嘛给我2万年，拉萨人吃整个要了的，对嘛吃的扩充着整个要了的，扩充了着这个半脚，我们马上要嘛的。都听得那罗杰要买的，他现在人呢，现在安牛的，俺让罗杰要买的，那个钢筋着要买的，他大大的人呢，俺让个卡西拿了，俺让个白东西小家的，怕嘛了这里收起来，罗杰有起来，等着些人体，等那个怕给嘛给拉萨了，大不因的老人这个有，可做家伙那个是那家伙这个有，马车里可做私家看那个是，我做个呀，这的呢得送了耶，等你。当俺了等着罗杰都杰差的，我讲，我就2万年，他有了买的。当俺那个2万年的米送呢，没趁到了呢，得经过他们家了便宜大，俺那怕嘛了也不去新都见了，可做没趁到了用了，这里见了嘎叽的，叽叽的，马车里俺那个起码俺做个不及格，俺说了等着谁用个的，这当车里牵着有了的，没趁到个哪里，俺那个俺个怕给嘛给了牵了谁呢？我做个不及格，我让了，等着谁个有做的，等你站那个你顶天，我带了落去也去，等着有，这个钱的，给我他们这个大出来拿通用，真的有时候你够菜没菜都有了的，当我马上吃松盐，
我老爸没看到你打他几根肉没打人家样哦没看到那动作钱求多多当然中东呢我做给看些吃把我立马送的哦这个里的 drop 特里哦 let 特里他们意思呢我的我在应的没得如果这里的人冬青那个冬青这些的有些呢当今天呢我做个给那个的马步去那个有大家做那个头发哦他们其他别的就多嘛的我做个就做个去有等着那个有哦马车里他而我在明天我们出家人哎如果家边呢我而我在起码了出你个谁个出家的外个呢出你家人就特别哦他们心个嘛这么压力前头东方的人嘛送哩啊多讲的杀长国这里你我们两个做的我们同样哦这位呢点了平头的这些呢我们没听到了我让也不去用着这里大去做人呢对南面家就生给不那个不难吧大陆人呢我错了老去有些结果去做的身体旁边没有身体数没有大大爷呢种做这个家给人种做了的种俺没去抓不起俺就他钱不起你那找那个他那马扎真个没哦没事的俺做个个人些国家是的对那把人呢俺做了家做的脱光难度去不那个不难吧他们哦得错的得错没呢但是老努嘛的我看你南北中都西嘛的我们嘛哦我个人些国家得错耶哦对南面我个节目中我们吃做个菜在这里菜人我们做没有吃做个肉家边的个人的什么用的呢我打当这个用你讲那个有几万人那点大众人那点嘞等你我在我做个经过他边推上的他们等于农民拍到呢可做了三错吃的可做真错吃的等你去了是吃的当到呢他们的农民拍到呢你等级接下来有的使用他们看着这些车辆老家和才人夫妇从成都飞往玉树愿孤寡老人们朝拜拉萨的干嘛吧这都讲的哦呀他拍有了这题我们的哥哥来接我了看你们做不到但你们做不到那吃不到现在拉起没够，啷个拉起呢？没够，家没够。啊，钱是的，这样好没？呀，这爸爸要回南迁了。俺就说叫农地，不这个怎么做的？这位奶奶是去年我救了一个小孩子的命，是那个小孩子的奶奶。不听说，俺就说叫的嘞，蛮好的。去看了一下明天老人们坐的班车，去完之后呢，把所有的老人喊过来，给他们签了个安全责任书，还有给他们买了个意外保险。现在嘎起来你们3个去买个酥油，买个糌粑，买个奶渣，还有买个肉，肉一定要买好的。好的。然后很多老人就那种晕车或者什么样的，听说999感冒药特别好，那个都买一下。然后今天这些肉全部在你家里煮一下。好的，放心。OK，那你们先去吧。我忘了再买个那种治血压的。好，这个事情交给你们了啊。呀，早上小宝的，我们都没睡醒，就睡了2个小时，起来了，快要5点了，出发。然后买了这么多的零食，看，快要出门了，又进去了，看，我们的车到啦。到了，我们到了，你看，他们那个小孩子也到了，你看。这些呢是今天给老人们买的吃的穿的喝的全部在这儿。现在我们去列一下名单，看有没有到。有些人睡着了不知道。干爹，我干的。我用考虑什么的其他过去贴那个这个啊。你看了，这牛肉。穿过脱掉贴其他那个其他，那你那个动物记住其他脱掉这个啊。都到位了，其余的还有很多在杂多县。所有人自觉的在念卓玛21经文。现在我们到杂多县了，我们这里将近等了1个小时，有5个老人，5个老人里面3个到了，2个人把我们放鸽子了，但没办法，本来昨天是说好的，一定要100%要去，不然的话2个位置随便是空着的，他们走不了的话可以让给别人，真的。哎呀，以前我开过这种车，兄弟姐妹们看，这边遇到了2个徒步的。俺看你牛气最足。啥叫牛节气？然后这的，干啥？就没得啊！这拉上多少嘞？他上多了。干嘛吧？这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大盆的价格，大不是做着对了啊！就3个。再有没有干饭了啊？干饭了！他们都饿了，说是饭店里面的饭他们不喜欢吃。我昨天准备了
酥油、奶渣、糌粑，还有肉，昨天在家里煮的，巴巴适适的。老人们吃不惯饭店里面的饭菜，所以昨天我买了新的这个煤气，还买了这些矿泉水，煮了肉，还有糌粑、酥油。现在给所有人平常血压高的人，给他们测一下血压。我们昨天买的那个测血压的那个东西，按照用心测每一个人的血压。虽然风有点大，但是这个太阳还是可以。给奶奶贴上了热乎乎的理疗膏贴。那个煤气火太小了，根本就烧不了开水。我俩看看附近乡村里面，找个开水去。没有人回应，再去下一个吧。其实已经觉得，我摸过年些手，好像要到了。所有的味道，这不能错过。小三哥，你给他们问一下，不吃这里不吃可以拿走吗？问一下。这个是真正的牛肠盖。他们家小孩特别多，我手里也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只有几百块钱，我就给他，他也害羞不拿。最后小萨克拉过来，勉强塞到他手里。我让他们所有人上来了，不然我这边拿开水又下去又上来，特别麻烦，就直接就这里借一手。可走讲通了修，讲通了修。恩珠呢是一个平常特别关爱老人和小孩的人，所以哪怕这次也好，每一次老人们下车，他都要一个个亲自扶着，不然他说他害怕老人们会摔倒。这个是我们昨天煮的肉，还有这些看，给他们买的这些饼子，完之后还买了橘子吃，这些是给他们买的，我们玉树的纯手工的这些奶渣做的，看，对，给他们切点肉给他们吃。哎呀，牛肉我地方吃点牛，我们小事情，先把他们的温饱给解决掉，我们等会可以吃。可以，我们还买了，你看酸奶。爷爷奶奶们都说不要光顾着他们，我们也要好好吃饭，吃饱喝足，我们一起会安全抵达拉萨。在我眼中的恩州是很细心的，包括你们看，连个酸奶我都没想到，他却买回来了。啊，这个是小傻哥的。恩州光顾着照顾老人们，真的，他什么都没吃，到现在你看。现在我们把他们全部就照顾好了啊，吃饱了，现在到我们了，我们就立马吃掉。什么？对，好吃的全部留给他们，真的，我们把这个整的泡面就行了。年轻人嘛，哎呀，呀，站住，那去。走之前我也好好感谢了一下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真的喝不上一个热乎乎的开水。终于吃完了啊，兄弟们，又要出发了，大家提手，加一手，呀，等你站住。哦呀，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也像个爷爷奶奶，睡得可香了。啊妈，兄弟们，这么多头牛，真的。如果我有这么多头牛的话，我发誓不努力了。你看这里，挺啊姐，从东发是什么的呢？我们的爷爷奶奶们再次念起了杜牧赞，这下实在扛不下去了，我睡着了。现在我们到纳曲这个检查站了，现在是9点多钟，快10点了，又要出发了呀。这个是谁呀？不知道，现在一直找我的那个人是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没定啊。本来是他给准备老人的，对。但班车的话，2点钟之前必须要到拉萨，到不了的话就要休息。那他们规定的，真没办法了。他是玉树的嘛，玉树成都的。对。但是很早就搬到那去了，现在成那去了。就是那个站桩，他做站桩的。对。在这，要不？哎呦，给你们3个国际美。班车还没到，我们先吃点肉，在这里等一下，不然肚子饿死了，真的。那就这个眼了，这把刀接来吧。现在是凌晨1点钟，本来是我们打算今天晚上2点之前必须要到拉萨的，2点过了之后我们的班车就不能走，他们有规定。但是司机说的是必须要车里休息4个小时，然后5点才能出发。但是我想了想，在这个班车里面让老人们休息4个小时的话，不是饿死就会冻死的。所以我决定附近必须要找个酒店，哪怕睡1个小时也好，必须要给他们安排的暖暖的、温暖的、舒舒服服的啊！现在给他们说一下，你看，不然的话班车里面睡着，现在准备。反正呢，得走要那多过的事，得走要的人过的事，我跟香港想的是的，看完都算健康人的社有，啊那个给俺弄着的，哦呀，咱们呢得走身边多过我跟香港想的是。得走咱们怎么的那个跟健康弄的呀，我们到啊。人个人有家，哦呀，
我们已经抵达了附近的酒店。刚我说不要住在车里，你们会冷。有几个爷爷奶奶说你不要浪费这个钱。其实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很温暖了。你啥样子的啊？可以共同的，我们咋办啥呢？你说求啥的？我呀。你说求啥的？求啥的？我呀，是不是的啊？我要钱了。终于登记完了，兄弟们。本来是在拉萨，我把所有的房间36个人的房间全部订好了，钱都给完了，但是这个走不了，就没办法了，临时只能住在这里了。这个有钱的话有地暖，有些就没有地暖，没有地暖的尽量就我们自己的人住，有地暖的就让他们自己住，我们年轻一点嘛，对吧？这没啥的。然后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了，我们的vlog视频在这里就到此为止了。感谢从头到尾观看我们这个视频的兄弟姐妹们，卡住，再让老毕。财人夫妇以及团队人员，愿孤寡老人梦朝拜拉萨的vlog。小不得嘞！俺们三位家人给了。这是我们的早饭，来不及吃了，所有的老人们全部都已经跑到车里面去了。一大早的，我们酒店的老板真的6点的时候给我们老人送这种茶，我们起来之后马上安排，相当的。然后早上用8点钟起来，才回拉萨。这个是昨天给老人们每人买了一双这个手套，怕着凉着。上一个视频我说了，恩珠做事特别细心，你看这一次买手套，昨天他都能想出来。我们一起开启第2天的行程。每天出发唯一不能忘掉的就是21经文。咱们给布达兰吉的人嘞，布达兰吉才的，就他们谈的，就他们谈的，南国那里工作的人嘞，那里我给们给你，我他们的，就是现在走路去看了牛顿呢，他们走路去看啊，这路他谁搞我说，做你妈拉萨的同志啊，俺做个对的，俺做个布达拉的哟呀，他们给烧呀不疼。此刻陪着爷爷奶奶，把想看到布达拉宫的心愿变成了眼前的实景。拉萨是我们每个人向往的地方，包括这次我带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在默念心愿，让布达拉宫的金顶因着皱纹里的笑意，眼角含着泪，默默的祈福，都说是他们的福气。有些人这辈子都没有来过，嘴里含着永远报答不了我。终于来到了尼玛拉萨，作为这次带头人，我认为是我们自己有点能力，那么在有点能力的范围内把这份心意做好，也是我和恩珠的心愿。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团队所有人共同的愿望都在一一实现。此刻我的心也是有一点点欣慰，答应爷爷奶奶的事儿也在完成中，为爷爷奶奶们值得了。心有敬畏，行有善意，守护老人们的诚挚的心愿。我们去吃一下桑丘茶馆的藏面啊，真的是绝子的，一定要让他们品尝一下。桑丘茶馆下马上门口接他吧。我吃啥么呀？不管我说。这下面这里啊。他只能干的吧？我家把你自己啊。这他们全部都给完了，现在到我们了啊。所有的爷爷奶奶看上去吃的特别香，所以说这一次这个茶馆我没有找错地方。我们团队这次有一个任务，就是他们没吃饱之前，我们团队一个都不能吃。现在他们吃饱照顾完之后，我们才吃。潇洒哥开始发包子，我表哥和恩珠在这里倒茶。布达拉宫今天只能转一圈，因为今天是进不去，关门了。再去布达拉广场，我们去留个纪念。这位奶奶呢，现在85岁了，上次一直不敢去，她说她的腿走不动。但是恩珠我俩承诺过，我们一定会保驾护航。今天我们真的要买个轮椅。我们玉树老乡的有20几个人，他们专门过来给我们献哈达来了。我们来到布达拉广场了，这里有很多我们玉树的老乡，要过来迎接一下。记得嘞，记得嘞，啊，你给我从哪里？
这些穿着帅气的藏装是我们玉树的，他们昨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好好迎接一下，所以说老乡的温暖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得到，太棒了。啪嚓一下，我们的照片就拍完了，现在准备往回走。他们都说口特别渴手，买了矿泉水，给他们喝一下。又到大周子了，哎，在休息当中。马牛，大哥你去偷个钱，我这里。打自然看当不呢？太多不得人，太多不得人。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与慈悲，像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一样，用最虔诚的方式传递积极的能量。也许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富有的。这位爷爷呢，他说他是第一次来拉萨，以前把所有的事情浪费在抽烟、喝酒、赌博，但是这一次来拉萨，在大昭寺跟前，眼角里含着泪水，通通都戒掉了。咱们大昭寺拜完了啊，转一圈回酒店休息。我们在回酒店的路上有很多人围住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次我带了很多老人。今天我们在拉萨入住的酒店是库尔喀酒店。光看松竹看，酒店的经理呢，专门准备了30多个哈达，给我们每人都献了哈达。他说这一趟是特别有意义的旅行，所以说必须要献个哈达。酒店的经理他看到我们的奶奶腿脚不方便，所以他直接把这个轮椅借给我们。腿脚不方便的我们尽量安排到1楼啊，其他人上2楼。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前台登记，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现在把所有的爷爷奶奶安排好了，我们的才拿上。然后这里的酒店的环境，包括我们的服务，做的特别好。以后大家来拉萨的时候，你们可以入住这个酒店。这个是我们今晚入住的酒店，很 nice 吧？满意吗？满意。对，我特别喜欢这种装修，真的看，特别喜欢这种装修，这个才有味道。他们说特别喜欢吃糌粑，我们酒店专门给我们安排的。你看，现在我们到这个吃饭的点了，但是我等了半天，只来了1个、2个、4个，只来了5个人，其他1个人都没来，我这里等了1个小时，然后我再接着再等一下。在年龄大了以后，我们也会这个样子，要多多理解嘛。这个是我们专门从玉树拿过来的，盘子有这些细节一个都不落啊，还有饼子，记得有人10几个人还没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温暖每一位爷爷奶奶。今晚的晚餐给所有的爷爷奶奶服务到位，看喜欢吃什么就有选择的余地，很开心每一位老人吃得饱饱的。早上呢几点要起来，几点有早餐，几点要出发，都给他们说清楚了，因为我再不走，我的身体真的撑不住了。咱今天别子咱的地方看完了，说没让我们去走，别谁给你，建议把什么事都不记过啊。所有一直关心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所有的爷爷奶奶已经安顿的巴巴适适了，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承诺他们的，今天终于兑现了，也给所有人交一份答卷，给自己交一份答卷，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感恩从头到尾一直观看我们视频的兄弟姐妹们，看出这些菜上老家，马菜里你们弄得看，评论家都给参谋赶紧去菜上老家，然后明天的行程我们再更新菜上老家。财人夫妇以及团队人员，愿孤寡老人梦朝拜拉萨的老人。呀，要不得嘞！安珠今天要穿藏袍是吧？我想说，你穿藏袍是特别好看，真的。前天晚上睡了2个小时，今天晚上睡了3个多小时。好了，吃早饭，吃早饭。
店里他咋把牙齿没？他没咋我们二的牙齿没？怎么也不？你看了我家的，我家干部，我家的在那里。今天他要哪里出来的换服务员的？你看他非得要给我们倒茶，你看。我让他拿个鸡蛋，他把所有的鸡蛋全部拿过来了。家的，家的，整个糌粑的是呢，他全部专门弄。这配的这个素菜。目前我们腿脚最不方便的是这位奶奶，所以酒店专门给我们借的这个轮椅，骑天爱车，他照顾啷个说嘛，拉上你家里的，那里。最可爱的爷爷奶奶们出发喽！啊，下次见你的。下车逛安检到日本寺今天。第一站我们去的是奈琼斯，有几个粉丝也过来给我们献了个哈达，然后让爷爷奶奶们去买点他们需要买的东西，在位点上祈福。希望南巴当马这里，我身边他们家带来的干了几个要求。看着爷爷奶奶们一步一进，我觉得这次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扶着80岁的老奶奶，虽然她的腿脚不稳，却咬牙着说死也要拜完，这就是信仰的重要与力量。刚刚那位奶奶是我们所有爷爷奶奶里面是年龄最大的，然后她是腿脚也不方便。昨天我说了，你今天要不要休息？因为她昨天真的很累了。当中有个纳曲的哥哥也给我献了个哈达。日本寺呢，朋友们已经拜完了，我以为他真的走不动，但是还是特别给力的啊！票也不减给嘞，乱给。我们的奶奶走不动了，找了个车，去兰花那里有了，再给我们那下了。那里，就说恩主特别细心吧，所有人在这里等了1个小时，他还带这个老奶奶所有没转的全部都转了一遍。他那股亲戚也不偷的。哦呀，他挺顽固的人。OK， 真切的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爷爷奶奶们异口同声都说非常满意，竖着大拇指。对于我们来说，此刻就是最大的认可。看着他们慈祥的面孔，特别的开心与欣慰。其他所有的齐全了，又丢了3个人，跟丢了，咱们再去找一下。终于到了，兄弟们。从前天星期多给我们。看你干啥着的？你看就教训我们，干嘛？咱这人清楚嘛？都你们追他们来。2个人前面我找了个车坐下去了，在这里等着。咱吃吧，基本。奶奶下车啊！哦，起步走1、2、1。按照现在的规矩是什么？这个排队的可以吧？这下再也不会丢了。如果再丢的话，弄个绳子，每天都要丢，要等1、2个小时，找个半个小时才找回来。吃大30分，巧克力个子越矮越好，个子高了的变老就这个样子。你看个子矮的话这么好，老了就这个样子。安都照顾的怎么样？看，其实娘的，大的，大人嘞。每人拿了1个，我马上等着人吧。
死了是一直排队，花了2个小时，终于拜完了，一切都值得。有些事情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才有意义。我明白世界很大，能做的也不多，力量虽小，但却很踏实。因为我们与爷爷奶奶同在，所以步履很坚定，何时何地都在用心的服务。咱们做什么才能出来呀？好吧，都给。在你这里还好了，亲。家里什么的啊？咱们得说猪八刚的啥也马上咱这个吃不拉我的喽。对，不能吃饱，因为这里稍微吃一点就可以，因为6点钟我们有安排了其他饭菜。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互相都说一下，在老人面前不要抽烟，也不要喝酒，不管在茶馆里面，还是在班车里面，还是在酒店里面。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没吃饭的时候，我们不能吃；他们吃了之后，我们再吃，能不能做到？辛苦了啊！我给下一周的菜，看到我不能干不干？下一周我，咱爷爷奶奶们全部都安排完吃完，我们才吃，不着急啊。呀，站住！这个世界的美好莫过于爱，在循环，善在传递。恩珠是一个很善良、很体贴的女孩，她是融入到爷爷奶奶队里，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爷爷奶奶很开心，让爱不再孤独。什么家的是家嘛的？哦，家的哥哥，打打中什么3多钱论出。我们行程稍微有点误，不然的话，这里吃完饭之后再去其他地方朝拜，朝拜完之后再去订6点的饭，但是现在已经5点多了。因为跟爷爷奶奶们一起单位有些快有些慢，这个时间就控制不了，再去吃下一顿。哎呀，可今天呢，把麻将小阿拉多少在谁呢？全部谁呢？是，你这让我在你们拉萨对不对？吃他这个的，他起码拿去点什么啊？哦呀，哦呀，他他妈给拿走他们。唱完一首歌，也到了目的地。今天晚上是我一个兄弟周长，还有他2个兄弟，他们请客。看嘛，拉萨对吧？刚去啊。你这个不是也这么的？他们的阿弥能等于了呢？现在生产中，人嘞，生着有，产着有，动着有钱。感谢你呢，人着钱，懒着钱，身边我们找不到人的呢，人嘞。今天去给人呢，新路路记住呢，俺不仅让人都3人的记住呢，他妈教呢，那干的结果呢，俺吃里面呢，昨天给太爱了，要不水果的留。
俺不打包了，我们看老板亲自打包的这里，他也不理解。哎呀，当然给山中看到了山中的人个哦。所有哥哥姐姐、兄弟姐妹、叔叔阿姨，我们已经安全抵达酒店里面。然后很多人关心、操心着，我给大家再次汇报一下啊，我们的所有爷爷奶奶们身体呢特别的好，也没有什么高原反应，也没有什么身体的其他症状，什么都没有。然后其中2位呢是年龄有点大，都80多岁，他说的一句话是特别感人，他说。我腿脚不方便，我知道，但是你们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说，因为这辈子我可能是最后一趟来拉萨，所以说不想给自己留遗憾说，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更有这个底气。我说了，没有问题，你想去哪里，我们背着也好，推着也好，扶着也好，一定满足你的这个愿望。同样我们也实打实的一定满足他的这个愿望，我们也能做得到。然后今天的 vlog 就到这为止了，咱们给你们弄的给评论家都给咱们赶紧去采上老家，明天的行程我们再见，采上老家。